今仔日台股喜乐的大到2953点，是过一天落上济，汇市嘛受冲击，台票落3.9分，收伫32.288块。巴纽怪咱国的办事处强调一中原则，外交部大声抗议，特别强讲会继续争取台湾国际空间。川普指控中国介入美国选举，非法摕到选民的资料。另外，川普读稿机的操作员牵涉内线交易，停职调查。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丹妮。今仔日的节目，咱头起先要来关心美国四大指数拜四收乌，费半指数落4.29%。不过台积电发射会财报算是无带动股市，拜五台积电收伫咧2290块，落180块。台股嘛是有史以来一天落上济，收伫咧42671点，落2953点。另外，台票换美金是收伫咧32.288块，落3.9分。美股全面收乌，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落4.29%，亚股迎接乌色礼拜五，日股嘛以64141点收盘，大台2694点，台股嘛上演股灾，毋若落破季线，个大落2953点，收伫42671点。今年上半年涨多，而涨多之后呢，其实获利的一个卖压蠢蠢欲动。当这一些这个财报公布出来，没有更多的一个这个额外的惊喜来刺激市场的一个买气的时候，往往就会伴随着获利了结的卖压出笼。统计台股史上单日落上济点第一名，7月17单日大落2953点，过来是2025年4月7，迄天收盘大落2065点，第三名是2024年8月5，单日大落1807点。根据证交所的统计，三大法人今仔日同步徛伫卖方，尤其外资卖超金额达到1890亿3880万，嘛创下历史上大纪录。个股嘛是拢青顺顺，以科技股上海，台积电伫发射结束了后，正水的财报股价也是大落，以2290块收盘，大落180块，股汇相杀。新台票对美金的汇率嘛同款正软，收伫32.288，报3.9分。贬值趋势还没有结束，之前看起来的盘整区间是31.7到32.2，那破了之后当然走入一个新的区间，但是目前如果外资续卖，然后国际股市还是偏弱的话，那当然外资还是会慢慢往外走。台股第三起落，不过台湾经济基本面无受影响。今晚台港头人台积电宣布对美国的投资各加1000亿美金。美国拥有世界最先进的原创型的科技，也就是0到1这个部分，台湾非常擅长从1到100，台湾具有绝对的优势。台美之间呢，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互补。但是台股是安怎大落？市场分析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包括获利了结的卖压、用资减少的因素，国家市场烦恼休市一天的韩股，后礼拜一个交易了后可能补落，台股底线避险情绪恐惊无法度降温。记者采访报道。咱南韩股市拜四毋若大落，阁触发今年第8届熔断。官方宣布会暂停核准新的追踪国一间公司股票更管 ETF 上市，希望让这一届市场的波动卖遐尔大。南韩股市16是大落，可是比指数毋若是落破7000大关，盘中阁因为落幅超过7%，引发熔断机制，互投资人是要哭无目屎。南韩的官方指出讲，股市震动的主要原因是神送电子和 SK 海力士拢推出各个更关型 ETF， 毋若互资金过度集中，阁因为更关港股的特性，互大盘是波动一堆。官方就伫16宣布暂停互新的单一股票更关型 ETF 上市，而且修改保证金和上架交易股数的规定，希望互市场会当定回来稳定。근데 우리 국내 주식시장이 꽤 불안정한데 이 사실은 너무 단기간에 정말 역사적으로 있을 수 없는 대폭등을 하다 보니까 이제 또 그게 안정화되려면 시간과 변동이 필요하지 않습니까? 네네. 更关型的基金是较会放大得利，但嘛较会放大亏损。南韩都有大学生目考更关操作得利15倍，但后壁都因为市场震动拢总归零。그 3억이 결국 다시 깡통으로 아무것도 남지 않은 상태로 폭발적으로 올라갔던 만큼 정말 폭발적으로 내려가더라고. 사람들이 저희 뭐 어머니나 할머니도 그렇고 삼성전자
南韩股市最近是起起落落，先是伫6月时阵，因为 AI 以9385.59点创历史新高，到7月时阵却开始大落，陷入技术性的险市。外界观察，除了更怪操作，可能嘛和 AI 领域出现质疑的情绪，美国对卖半导体有关系。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来看今仔日大洋洲的国家巴布亚纽几内亚，因的外交部长昨昏是向宣布讲，甲咱国伫咧当地办事处关起来，而且佫强调一个中国的原则，咱这边是大声抗议。巴布亚纽几内亚这个国家简称巴纽，是咱国重要的天然气的供应国，生理上是不了密切。伫咧1999年，咱有甲因正式建交，不过敢若17天尔。2006年，咱要甲对方协调建交，算是破局。到2018年，咱伫咧当地代表单位因为中国施压，辜部长都要来改名。到2023年，因甲因驻台代表处关起来。因若今仔日咧，因无讲无答，就宣布甲咱伫咧当地30多年的驻巴纽办事处收起来。过来看中国是安怎介入，因为巴纽的经济较歹，2018年因甲中国签署“一带一路”，这是南太平洋头一个加入的国家。因希望签落了后，中国会当甲因斗建设，因拿钱给中国，后来建设一个一个起来。不过因为当地欠缺相关技术的人才来经营，而且依附这的设施需要济成本，所以支持这的建设，互因唔但无赚到钱，逐年搁爱开真大条的医护费，也搁有甲中国贷款的钱甲利息，时间到也是爱照常来纳。所以巴纽的财政会当讲是无比兼润滑，变作是恶性循环，甚至影响到因的民生。而变到即马，因接受美国甲澳洲的政治条件来换金钱的援助。同一个时间，因为着因的债务嘛接受中国外交的施压，来打压咱台湾，影响咱伫个国际处境。大洋洲岛国巴布亚纽几尼外交部长昨日发出声明，用巴布亚中心一中政策关闭中华台北经济办事处，也就是台湾为标题，说明这项行政调整是深化甲中国之间互信重要的一步。佮指出，今年是巴布亚甲中国建交的50周年。不过外交部回应无要接受巴布亚的单方面宣布，代表处会继续运作，嘛会继续交涉。中国到处在打压我们生存以及对外开拓国际空间的机会啊，所以我们这是一个挫折，但是我们还是会继续做争取啊。对，不管是海外的侨胞，或者是持续的来扩大我们跟国际之间合作的机会。副总统萧美琴表示，这对咱国的外交确实是一种损害，会继续争取台湾的国际空间。回顾过去，咱国甲巴布亚捌伫1999年7月正式建交，不过因为巴布亚内部的政局变动，敢若维持14天。2006佫爆发巴布亚案，因为咱打算要和巴布亚谈秘密建交，随后2名中人甲外交公款借去。咱国为1990年就伫巴布亚设办理处，不过2018伫中国压迫之下，捌互人要求改名，如今佫互人要求爱关起来。那巴布亚是伫2023就已经关闭驻台代表处。包括管处的一个服务我们海外侨民的这个功能，这都是政府应该要努力去做的哈，所以希望我们的外交部再加把劲。能够设驻处是双方一定有一定的协定，要取消也要经过一定的程序。那中国玩弄这种把中华民国台湾变不见的把戏，南非、巴纽都弄过哈。其实巴布亚是台湾非常重要的液化天然气供应国，双方经贸往来密切。各位巴布亚进口木材矿产一直是呈现贸易逆差。台湾嘛伫当地有农业技术团。它显示出了中共它会持续希望在南太平洋扩张的一个决心，甚至去影响未来澳洲或者是美国在利用南太平洋的基地进行对南海增援的时候，它可以去利用这一些国家去进行一些阻挠。不过最近中国大规模投资巴布亚，巴布亚阁是第一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南太国家，显示中国继续扩大伫南太平洋的影响力。记者综合报道。在中国重庆今仔日早起发生崩山，乌江烟花有真侪栋人家厝全咧倒去。根据当地媒体报道，目前已经有救到8个人，不过也无确定有偌侪人掉伫内底。画面内底会当看到民众赶紧逃难，后壁规个照营业。重庆的喷水关17发生崩山，有民众翕到楼仔厝倒去的画面，也阁有崩山的情形。根据中央电视台报道，当地一个人员伫咧崩山进前的1点钟，就发现有石头开始咧落来，伊当阵就随发出警告。
目前当地救援队已经出动100个人去救灾，也那崩山的原因也会调查。继续来看，香港7月15日，又有2间独立册店，有5个人因为涉嫌煽动罪去互警察抓起来。今仔日这5个人拢已经交保。其实香港为3月份到达，已经有4间独立册店互调查。有点伫台湾的香港人认为讲，香港政府用国安的名义来打压出版自由，都是要互香港人感觉惊吓。前一领写我是册店店员，徛停停的香港独立册店的员工，伫7月15日因为涉嫌煽动罪，互香港警方国安处逮捕。伫同一天，拢总有2间册店5个人去互抓去。7月17拜5个人拢已经交保啊。其实今年自3月到7月，小连续已经有4间独立册店互国安处盘查。在台湾的香港民团认为，香港政府用社会安定做理由打压出版自由，唔是真正安定，颠倒会互香港人主惊吓。一個社會嘅安定唔應該係由呢啲所謂嘅限制或者係打壓而造成嘅，因為佢係一種虛假嘅和平或者係穩定，而唔係真係出於社會上面嘅安定。長期用藝術回應政治，在台灣的香港藝術家吳國才，冇入面冊批評香港政府用國安機器控制知識嘅傳播。伊嘛希望透過香港嘅經驗，會當警示台灣出版創作言論自由，唔是合界線呢。希望台灣民眾看到香港嘅遭遇，會當珍惜台灣無簡單則建立嘅民主自由。係，我覺得呢件事對台灣嘅民眾嚟講係一種教訓咯。即係當我哋睇到香港呢個曾經咁開放、咁多元嘅城市，就忽然之間變成封閉啊、自我審查，同埋大家都活喺恐懼之中啦。關心出版自由的冊店甲民團嘛，拍算後禮拜1 7月20日會辦記者會，聲援香港獨立冊店。另外，香港筆下青年嘛認為，台灣目前是華人地區唯一有民主自由的所在。雖然有協助香港人士的人道援助機制，不過嘛希望台灣政府會當加倍予制度法制化。記者郭正陽、林曉凱台北報道。另一個印太戰略智庫的執行長史班明夫去互攻擊。咱的外交部講，這是中國下境鎮壓的暴力事件。日本有參議員要求日本政府都要表態。也那日本的外務大臣表示講，無方便評論別個國家的法律，不過會密切觀察。印太戰略智庫執行長史班明夫進前佇台中防攻擊，日本國會甲地方議員攏真關心。日本醫生會參議員趙平10日質詢的時指出，台灣外交部已經將這個案看作是中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實行了後頭一樁跨境鎮壓的暴力事件，要求日本政府表明立場，防止事件在日本發生。日本政府はどういう見解を持つのか。国民の安全。そして日本国内での正当な言論研究活動等が阻害されないようですね、適切に対応していくことが重要であると考えておりまして、関連の動向も注視を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趙平進一步警告，這款的事件也可能出現在日本，伊也煩惱家己和來自中國的人攻擊，政府愛提出具體防範措施。史班明夫是表示，日本政界聲援，讓伊感覺真溫暖。不止世平議員啊，很多的日本的國會議員，都打來電話，特別是昨天。日本的關西地區的自民黨的地方議員都會譴責暴力，然後捍衛這個言論自由。日本自民黨關西一帶友好地方議員聯名正式發表決議，強調絕對袂吞忍任何有政治目的的暴力、恐嚇甲恐怖行為，也表示袂因為暴力的威脅減少甲台灣的交流。不過中國繼續出後部恐嚇台灣，有台灣人去中國失聯，要人互留點遐互盤查。陸委會公布上新的案例，今年6月有2位警員去福建旅遊，說互中國的國安人員強制帶走，隔離質問。然後訊問的重點就是我國關鍵基礎設施的組織架構、清單等等相關資訊啊，然後還檢視員警的手機是否與該機關保持聯繫。楊文杰強調，按照目前的法規，無法度限制所有的公務人員去中國，咁嘅核准是由任一個機關來決定。不過，牽連到關鍵基礎設施甲國家機密有關係機關，所以來會甲制定審核的標準。記者綜合報道。
我来看美国总统川普早起发表全国的演说，伊宣布改变大批的政府，指控中国从2020年开始非法摕到2亿2000万的美国选民的资料，进一步影响美国的选举，而且是历史上规模上大的。接落来演讲结束了后，佫表出这个操作川普读稿机的人，那像是提早知影演说的内容，涉嫌做内线交易，目前已经互停职调查。 Tonight, I'm announcing the immediate declassification and release of critical intelligence, revealing shocking vulnerabilities in our election infrastructure. 美国总统川普伫台湾时间17早起发表全国演说，这摆伊是大动作，弹出上新解密的情报档案，讲中国敢误美国的选举。America is back and doing really well, but we still have a major challenge that must be urgently addressed. Because no country can be great without fair and honest elections. 川普指控中国政府是对2020年开始对美国发动史上上大规模的选举资料漏摄行动，非法偷摕因有2.2亿份遮济美国选民的档案，包括名、地址和卡的对一个政党，佮点名情报界涉嫌隐瞒真相。The intelligence even shows that China assigned a data exploitation unit specifically to this new project. 但是美国三大电视网内面的 NBC 和 ABC， 这摆是决定无爱伫主频道直播这场演说，互川普正受气，甚至威胁要撤销这媒体的公布执照。They knew what it was about because of the fact that they don't like the topic, because they know how corrupt our system is, and they don't want to reveal it. 但无想到爸坑，川普对2016年以来专门请的这个读稿机操作员，互指控讲利用大声知影川普的演说要讲啥的特权，伫网络做内线交易下注，贪要10万美金，互代票差不多323万，逼中紧急甲伊停职调查。 This individual will no longer be here. He'll be on paid administrative leave. I'm sorry, without pay. 川普伫台顶起誓要捍卫国家的安全，无想到因家己的人煞伫后台跋筊，变做伫场演说内面上方口水一个部分。公司新闻室派宣编译。继续来关心美国甲伊朗的冲突到今还未收煞。美军10日连续第6天对伊朗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个人死亡。然而，伊朗嘛反击，继续攻击伫咧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而且因讲，只要美国攻击伊朗的供电设施，就要封锁曼德海峡。这曼德海峡也就是红海石油的水路，加上已经去互伊朗封锁的荷姆兹海峡，若是这2条主要石油的航线拢总断站，时到全球可能都会面临石油供应的危机。 一粒搁一粒的飞弹飞向攻击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伫10日暗时，搁一摆攻击伊朗军事目标，讲要进一步削减伊朗的军事能力，也继续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搁伫阿曼湾对一台油轮进行检查。 伊朗国营媒体报道，空袭造成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美洲桥受损，造成至少7人死亡。东南部也有一个机场、一个火车站遭到攻击。伊朗也继续攻击伫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讲是报复反击。中东国家卡达也伫社群媒体 X 发文，表示NASA针对卡达的飞弹攻击。美洲伫首都杜哈的民众也听到真侪摆爆炸声音。 伊朗表示，但美国继续攻击伊朗的基础设施，伊朗也会采取反击。مبنی بر هدف قرار دادن زیرساخت‌های ایران اسلامی توسط ارتش متجاوز آن کشور عملی شود. همه آنچه که بنا به نجابت ایران هنوز سالم مانده، یعنی تمامی زیرساخت‌ها در منطقه زیر ضربات پولادین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قتدر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伫这进前，也门青年运动是指控沙特阿拉伯第13轰炸青年运动控制的机场，所以青年运动也反击发射飞弹，拍破双方为2021年到即马维持4年停火协议。كل المنشآت النفطية السعودية والمنشآت الحيوية هي هدف لصواريخنا وطائراتنا المسيرة. ورط نفسه في العدوان الشامل على بلدنا واتجه 国民路透社报道，伊朗已经要求青年运动做好准备。那美国攻击伊朗的供电设施，都爱青年运动封锁曼德海峡。
目前清晨运动已经伫万德海峡附近部署飞弹甲无人机，随时应发动防守攻击。这海峡连接红海甲印度洋，船只通过红海了后，就应直接到北边的苏伊士运河。那做着封锁，相当封锁红海石油航道，加上已经做着伊朗封锁的荷姆斯海峡，因讲是中东两条主要石油出口航线双双断去，到时阵全球会面临石油能源供应相当封锁的危机。公司新闻陈时东报道。镜头咱要换来看乌克兰，目前乌克兰正在启动内阁的改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嘛宣布新的人事案，不过这人事案变动是不了大，引起真侪民众的不满。尤其是上任才半年的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因为伊真侪项的军事改革得到侪民众的支持，所以民众知影伊都要落台。有千多个民众是伫咧基辅，也有无共所在展开示威抗议行动。乌克兰正启动内阁改组，虽然讲为着改革，不过争议真侪。昨日乌克兰议会已经批准总统泽伦斯基的提名，由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总裁科列茨基担任总理。只是前总理斯维里登科上任早一年就去互踢换，而且泽伦斯基嘛无说明变动的原因。根据乌克兰的法律，总理辞职就代表政府总辞，显示乌克兰会有大幅度的人事变动。只是总理人事案只是其中一项争议。35岁的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上任才半年，就推动乌克兰军事数位化加现代化改革，佮打造无人机大军，通协助乌克兰军队重振士气。煞伫泽伦斯基的主导下，15落台。昨日泽伦斯基任命国家安全局局长赫马拉做代理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辞职引起乌克兰民众不满，因伫基辅、利维夫、奥德萨这个城市发起大规模的示威。Якщо, я не знаю, ви слідкували там за коментарями в інтернеті чи публіці, відставку Федорова не подобається не тільки тим людям, що тут, але й багатьом військовим і іншим українцям. 费多罗夫被表请辞了后，昨日召开记者会，指控军方总司令瑟尔斯基当地制造国家分裂。国讲瑟尔斯基今个月甲起冲突，使用最后通牒的方式，逼泽伦斯基予伊落台。瑟尔斯基是发声明强调家己的成绩，泽伦斯基是呼吁团结。Президент під час війни не має обирати в такій ситуації. Чесно. Я дуже хотів би єдності. Сторони її не знайшли. 一定20下任的英国首相斯凯尔伫昨日到基辅，甲泽伦斯基会谈，讨论乌克兰对抗罗西亚的军备进展。另外，斯凯尔嘛强调，英国对乌克兰的承诺未因为伊下任就结束。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再来带各位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日本的一个作家角野英子，伊今年91岁。伊的创作累积高达已经差不多有200本册啊，其中真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伫咧1985年出版的《魔女提吉篇》。目前这本册已经翻译做25种的语言，所以册卖会当讲是全世界拢有。而且宫崎骏伫咧1989年将这个故事改编做动画，是真受欢迎。毋但安尼，角野英子伫咧2018年摕到儿童文学界最高荣誉，也就是国际安徒生奖。讲起来，伊的创作已经要60年啊，到今伊也是持续伫咧写作，而且伊嘛希望儿童的文学会当继续发展，互更较侪囡仔会当介意看册。日本上出名嘛是读者上喜伊的作家角野英子，今年已经91岁啊。虽然八楼腿有较食力，啊，毋过伊坚持逐工提笔写作，阅读对伊来讲有一种吸引力。啊，伊嘛真介意粉红仔色的物件，个人的清茶嘛真有风格，啊，这的物件拢互伊的气模字不一样。导演宫崎骏伫1989年推出的作品《魔女提一篇》，就是角野英子伫1985年出版的作品，是200本著作内底的代表作之一。宮崎さんも存じ上げなくて、それでその方どういう方かしらっていうふうに娘に聞きました。だから娘がすごい人だからママやった方がいいという勧められて、それで承諾しました。ただその時に世界は変えないでくれ、タイトルは変えないでくれ、それから人物の性格は変えないでほしい
ということは申し上げます。毛女提一遍日文的原作，总共有6部正传，也佫有3部衍生的作品。那头一批英文版是伫咧2020年发行，目前已经有25种语言的版本。那这系列的第2部《毛女提一遍2：奇奇的新魔法》的英文版，要伫咧8月来发行。角野英子伫2018年得到国际安徒生奖，毋过伊从来无想过要成做作家。伊原本是家庭主妇，嫁互一个设计师。毛女提一遍内底奇奇的创作原型，就是自伊查某囝伫12岁时阵画的图，画的是一个古水的翁姨，骑扫帚飞去伫月娘。因为大人甲囡仔拢足介意2023年伫东京岛新的景点魔法文学馆。除了上万本的囡仔册，互大家去看，也佫有毛女提一遍的场景，甲互动的电影院，希望互囡仔会使介意阅读。公司新闻，心乐培编译。节目的最后，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丹妮，祝大家平安顺心。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